注意事項及免責聲明。此影片只作輔助用途，僅供已參與守護腦朋友運動班的內部會員觀看，請勿外傳。基於安全考慮，請選擇合適且安全的場地、座椅及器材，並確保有足夠的活動空間。所有運動都可能導致意外或受傷的風險，長者應先明白及理解此類風險的存在，並決定是否參與。長者選擇跟隨此影片進行運動，亦等同於同意且願意自行承擔相應的風險。在進行運動前，長者應評估自身的身體狀況，量力而為。如有身體不適，請先諮詢醫生或醫療專業人士的意見。今日我要教大家做一個四頭肌嘅肌肉訓練。四頭肌係指大髀前側嘅肌肉。咁留意翻我哋屋企咧，攞一張凳，咁張凳有凳 pan 或者冇凳 pan 都可以，最緊要係冇碌穩陣嘅。咁如果冇凳 pan 嘅，可以將張凳移去牆邊做嘅。咁我成個過程咧，膝頭需要同膊頭一樣闊，膝頭嘅方向需要同腳趾同一方向。咁坐凳嘅時候留意翻，我哋唔好坐到最埋，留翻少少空間。腳踏實地嘅要，個人嘅腰要直，我哋個肚仔即係我哋嘅核心位要收一收緊，收緊之後都可以呼吸正常嘅。咁做嘅時候咧，兩隻手扶住張凳，將一隻腳伸出嚟，腳趾尖留意翻，盡量指住天花板。咁我會將成隻腳提起，提升嘅幅度係大家自己可以最盡嘅幅度。有啲人可能提升到呢一個角度，有啲人可以提升高啲嘅，都冇問題嘅。咁按翻自己嘅能力做就得噶啦。咁就坐直個人，手可以唔使太直嘅，手可以放鬆，但係腰要直，核心要收緊。咁伸直腳出嚟，腳趾尖指住天花板，隻腳保持直嘅，將佢提起，數5秒，1001、1002、1003、1004、1005，慢慢放翻落去。我哋做多次，留意翻條腰要直嘅，隻手放鬆，核心收緊，將隻腳伸出嚟，腳趾指向天花，隻腳要保持直嘅。提升嘅幅度係自己可以提升嘅限度就得噶啦。提起，數5秒，1001、1002、1003、1004、1005。咁做嘅下數咧，每邊腳係做10下，可以休息1分鐘，再做多10下，累積計做30下。做完之後咧，大家會覺得四頭肌上面嘅肌肉咧係有少少酸軟嘅，咁唔使擔心，過2日之後咧佢就會冇事噶啦。咁呢個動作咧最好就係隔日做。咁我今日要教大家做嘅四頭肌肌肉訓練就係咁多啦。